梁家傑議員。主席，喺六四事件發生之後，司徒華先生憑住佢嘅毅力同埋膽識，奮力營救內地嘅學運人士。其後成立支聯會，肩負起推動中國民主運動嘅使命。喺過去嘅20年嚟，支聯會面對唔少壓力，但係華叔仍然積極聯繫同埋支援國內外嘅民運人士，深受全球支持民主嘅華人所敬重。華叔喺月初離世之後，所有曾經經歷89民運嘅人士喺海外嘅都同告惋惜。佢哋喺過去20年因為政治嘅理由，未能夠喺中國嘅土地上與華叔並肩作戰，爭取平反89民運。但係如今，連參加華叔嘅喪禮都因為政治嘅理由而遇上阻礙。既然我哋嘅特首早前發表聲明，指華叔錚錚風骨，深受各界尊敬，而多位高官更加先後出席悼念活動，並且讚揚華叔生前嘅貢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先生已經表態，話可以俾特區政府自行處理呢件事，但係政府卻遲遲未做任何決定。我想喺度問下政府當局嘅政治考慮，是否係要凌駕基本人性良知之上呢？任何人道同埋人權嘅理由係咪都可以置之不理呢？主席，如果當局係以雙重標準剝奪呢一啲海外嘅民運人士去尊重同埋悼念華叔嘅權利，會令人懷疑政府官員是否真心尊敬華叔嘅貢獻，定只係一種政治公關嘅伎倆呢？若果要體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同埋高度自治嘅精神，特區政府更加應該行使佢應有嘅權利，等王丹等人可以離港送華叔最後一程。否則就等同摧毀一國兩制嘅核心意義，更加充分顯示特區政府嘅無情無義。主席，柴玲、吾爾開希等嘅學運領袖都曾經到訪香港，而李錄更加喺幾個月前陪同美國股神巴菲特同埋微軟創辦人蓋茨訪問深圳同埋北京。如今王丹提出嘅係4不嘅承諾：不見記者、不搞公開活動、不召開記者會，而家仲加埋不在香港過夜。由此可見，王丹為咗向華叔表達最後嘅敬意呢，已經多番讓步同埋妥協。目前呢個波就已經喺特區政府嘅手中啦。若果政府係一意孤行，拒絕王丹入境，將會令到香港嘅出入境嘅政策蒙羞。主席，王丹能唔能夠嚟香港送華叔最後一程，係人性同埋良知嘅測試。建制派嘅議員呢，亦都喺華叔離世之後多番表達敬意，更加表態支持王丹可以離港。咁我希望大家都唔好講一套做一套啦。今日呢，仍然可以發言去支持同埋呼籲特區政府俾王丹等嘅喺海外嘅民運人士呢係入境去奔喪。特區政府亦都唔應該設限，並且要盡快承諾，等佢哋都可以離港送華叔最後一程，送上最後嘅敬意。我謹此陳辭。張文光議員。